中國鋼鐵院士崔坤逝世，享年101歲。中國著名金屬材料專家、中國工程院院士崔坤於周五在湖北武漢去世，享年101歲。華中科技大學發布消息稱，這位在無巨鋼研究領域具有開創性貢獻的科學家，被譽為中國鋼鐵院士。如果你喜歡這樣的科技與人物故事，歡迎點讚並訂閱我們的頻道，獲取更多精彩內容。據華中科技大學發布的訃告，崔坤於當日上午10時26分在武漢一家醫院因倉救無效去世。他長期任教於該校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，為中國材料學科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。崔坤1925年7月出生於山東濟南，1948年畢業於武漢大學，隨後留校任教。1956年，他加入中國共產黨，並被調入華中工學院，現華中科技大學。1978年，他被評為教授。1981年成為我國首批博士生導師之一。1997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。在無巨鋼研究領域，崔坤被認為是中國該學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。他的研究成果幫助中國鋼鐵工業逐步突破國外技術限制，實現了關鍵材料的自主發展。即使年事已高，崔坤仍堅持學術研究，在80多歲時花費7年時間完成了一部約200萬字的鋼鐵材料專著。該書於2013年出版，被學界視為該領域的重要參考著作。在生活方面，崔坤一貫簡樸，與妻子朱慧南將畢生積蓄捐出，用於設立獎學金，資助超過1000名經濟困難學生完成學業。華中科技大學在訃告中表示，崔坤的離世是學校、材料科學界以及中國高等教育領域的重大損失。